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误。 风是城市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秋萍，文瑶，秋萍，文瑶，迄天我，啥物拢免讲啊！我今日来找你是有代志的哦。有代志要找我，你毋是专工要来看？我知影，过去吼拢是我毋对，我就较无道理。我嘛知我配你袂当过，我嘛想讲吼要离开你。 也毋过，我还是无法度离开你。对啦，迄一天吼，有一个日本人来，伊讲伊看介意你山骹迄块地，而且吼要佮你签约。啊，毋过吼，迄时阵啦，我想做气你的啦，根本吼都无想要睬你的代志。后来我就想想的，这一切拢是我毋对，我宁愿无管你。 因为我爱你。秋萍，我嘛袂失去你。文瑶，人咧看啊。啊，对啦，你先去摕茶几好无？好，你等下等。对啦，啊，你食药时间到，再麻烦你。 放我下。你好心。干嘛？食药时间到，这杯茶吼，你可以喝。等下，嘿嘿嘿，阿丽啊，你食药的呀？啊，你食药啊，茶是有少啊无？哎呦，这冷下面哪用个配药啊？配药爱配这少的，来，这少互你。啊，紧吃哈。嘿嘿嘿。 秋萍啊，你也来哈，啊，个歹势啦，要搁去田吼，较费气啦，无自己杯互你啉啦哈。啊，莫客气啦，来。哎呀，是嘞啦，大金哥，我无等我胖完，我再来落去啦。是嘞啦，嘿，不要紧啦，等车倒一杯茶，哪有啥物？啊，你有去拦着无？无啦，我有代志。 我先来走啦，啊，无用做你，啊，顺家啊，啊，秋萍，你是要去佗？下课你就还袂摕就要走？我煞袂记啦。是啥物代志？互你遮尔条件要走？无，我来走啦。等秋萍，我陪你到店来。 唔免啦，你到咱要厝的吼，再讲迄位小姐，等我把这个代志办完，我就是搁还大家。安尼嘛好，我再拜托。你讲做啥物话啦？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。我送你出去。好。
这等来。歹势啊！报道，我送你走。是，三，啥嘿啦？啊你嘿叫你叫啥啦？三，安怎啦？我闻到秋萍的味呢。唔爱，我等你闻秋萍的味要创啥啦？唔是啦，会伤久的香水味啦。啊我香水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啊莫讲啦。唔是啦，三，拜托你听完啦。我是讲秋萍哦，伊就是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三，你拢知影？当然的咯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迄个假鬼就是秋萍对无？是啊。是你的骨头啦，是。你是想要倒位去？人伊是温良的未婚妻呢，乌白甲人怀疑。啊，毋过伊是。莫讲。温良啊，老早吼。对啦，迄头拄秋萍来吼，是毋是因为你两个冤家爱来找你讲和？是啦，秋萍哦，伊就足关心我的，知影有人要甲我买一个土地啊，叫我哦，就摕地契互伊，伊要替我去办过户。你卖土地？你若我甲伊斗阵去？我甲伊斗阵去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叫你尽量带较接近的，通我培养一个感情力咧。我嘛是想安尼啊，也毋过秋萍哦，伊讲伊家己去办好，叫我好好照顾伊。是安尼哦。秋萍啊，无当你是安怎啦？钱都已经摕到手啊！一个面去结甲咱苦过面的。阿丈，我会着有一个真奇怪的感觉。大金婆知影我要下药，伊是安怎无爱当面甲我揭穿的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大进步啊绝对无问题，是你家己搞多疑。毋是我搞道理啦，我会着有种感觉，这内底一定有啥物问题。有问题？有问题是咱两个，毋是大进步啊！莫想遐多啦。我。好啦，秋萍啊，你若是感觉有问题，无你别去文良因兜一趟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啊，对无？兔大，你若我别讲啥，迄秋萍啊，就是文良的未婚妻，伊哪有可能假鬼来吓惊咱啦？哼！是啊，小囡仔拢嘛爱用香水，用同款的，嘛是真平常的代志啊。你哪会安尼，就确定是伊呢？好，恁大家哪会拢无相信我的话啦？咱是要相信啥物啦？兔大，人个秋萍哦，甲文良无简单，即马才和好呢。你是哪就一定爱共破坏感情，你才会甘愿哈？三，表弟。大金婆。哎呦，哈哈，恁去散步呢啊？无啦，我带阿弟哦去后会物件食。安尼哦，真好真好。文阳，秋萍。有礼貌。文阳啊，这是这个地契约，搁定金啦，剩的钱吼，后个月再付啦。你算看卖？这你替我保管就好啦。咱结婚以后，这嘛能算是你的。好啦，无吼，我就暂时替你保管啦。我先来走啦吼。秋萍，搁有啥物代志是？你毋通忘记，这个月16，咱两个人要订婚。你是免讲较早，等你若确定好势，你再敲电话。秋萍。我绝对袂迷唔对。好，阮三个无爱管，我特动一定要管。阿丈，太真歹啦！是啥物代志安尼？你地我啦，阿丈。有人咧缀你？什么人要咧大胆？甲缀我阿中的女朋友啊？是大金哥的土地啦，透动的。是伊，你也做无小心，今后惊我风甲你对你遮无？哼！但我就是讲，你去探看文阳，伊会知影咱计划无？有再去因厝的，啥
知影。你就是安尼无小心啊，唔听话啦，哼！做问人哦，问啥？还是要来再创啥？是咧看啥？唔捌看啥？我叫走动的啦，我要找秋萍，我有代志要问你啦。秋萍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前几工仔三更半暝去文阳遐嫁鬼结婚？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无啦。什么3更半暝，我嘛咧困啊，去因厝要创啥物？你要哪啊骗啦？你嫁鬼迄领扫，有你身躯的香水味啦。你咧后面讲啥物啦？我听无啦。我哪了后面？少年的，风神加这话，话是免人讲啊。打出去，你若无像我阿中对你无客气。这种话我听细啊啦，这免甲我吓啦。你老实讲哦，你嫁鬼有啥物企图？透露，你对你甲文阳讲，假使伊若是我提我，会用直接甲我讲，唔免用这个方法哦，搞胡乱啦。有我，少年诶，下你愈来愈无站站呢，啊？无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信嘞。啊，我想到啦，你就是迄天去互拍，阮师救你迄个嘛。借问下，你甲秋萍有啥关系？啊，无你若代替讲话，我是表兄。表诶，若表无你代志，你啥物啊？讲，你有啥企图？你要甲我干问天啦？我看有气头人是你啦。你一路伫甲我跟踪，搁走遮咧讲笑话，你才马上甲我出去，若无吼，我就报警抓你。要叫警察啦！你叫啊！我也无做亏心事，我唔惊警察啦。警察来啊，先抓你啦！少年诶，阮小妹叫你出去，你臭人人你听无晓？以后无老实讲，我是要哪出来？你才是讨赔听咧啊！阿彪，好啊啦，莫甲伊拍。好的，你是要走唔走？你若无老实讲，我是要哪走？你讲是啦，开始我啦！阿彪，你安怎遮好咧？我咧想啦，莫安尼吵好无？阿彪，我早有甲你讲过啊，大姐婆已经知咱计划，你都唔信。好啦，既然代志甲暴露，莫怪我阿中想过残忍。秋萍，我看我来离开这个所在。阿彪，你是要去倒咧？我找我大所在。对啊，秋萍，这个文龙一定要好好甲应。当咱代志若是顺利，财神得到手，我会助你来宽裕世界。吼，万不利。咱的代志若是叫文良知影者，哈哈，我会将文良解决诞杀。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未？万不利。咱的代志若是叫文良知影者，哈哈，我会将文良解决诞杀。对，你唔是讲咱要赚的是钱，我要伤害人的性命？哼，较早是较早，即马是即马，即马重新计划。阿彪，既然若安尼吼，咱过去遐钱拢卖滴啊啦，我这个长工吼，佫有一寡钱，你带我按照讲的好无？你这嘛是咧讲啥？啊？阿彪，你唔是讲你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？你即摆哪会变卦啦？哼哼，我若是无将文良所有财产你到手，连我唔甘愿。
小明，我休困，有时间我来接你。阿爹，阿爹，我等下离开这，那我带这里的步路。哎呦，师，我看吼，一定是秋萍咧假鬼的啦。其实阮早就知影鬼是秋萍假的。都对咩？阮大家嘛知影讲这鬼啊，就是秋萍去假。师，你早就知影是秋萍假鬼的哦。啊，等恁大家都拢知啊，我敢有可能会唔知哦？大新婆啊，你看因是安怎会安尼做咧？师，敢会是为着感情咧吃醋？是讲哦，这嘛要去问秋萍，家己才会知影。啊，当这唔较简单。我来讲，咱即摆吼，甲秋萍掠来问就知影嘛。嘿，倒动对。特动啊，啥物咧特动？我看吼，咱还是搁继续等。啊，继续等。大新婆啊，代志拢已经明白啦，咱搁要等啥？哎呦，秋萍是一尾小尾鱼啊，我搁听下等这边钓大尾鱼。啊，大尾鱼。秋萍是安怎要假鬼？敢讲是为着阿丽伫咧吃醋？文雄，遮尔暗啊，咱袂去困的。你一下毋知咧啉酒哦？阿丽，你毋好好休困，走出来创啥？我起来啉茶啊。你有心事啊？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无啦。是为着秋萍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外人，是你开车弄着我，才爱来照顾我。阿叔，我若是你的离婚妻，看到你安尼咧照顾一个不熟悉的查囡仔，当然嘛是会吃醋。我想，你还是将代志甲秋萍讲清楚，才袂有误会。我祝福你。阿丽。挺好啊嘞，真好，今晚来去来扫啊。对，秋萍，你都有人来？阿丁啊，这样上来了。等一下，阿丁，你想好，看你阿姨来这里创啊？你这好，你这。红衫粉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这好，你这，你这什么表情？哎，秋萍，慢慢讲吼，莫动口动手吼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伫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当你个拢有看啊，我问个怎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来对待我？原来你都是在骗我，你都是在骗我，你为什么骗我的感情？好啊！什么人咧欺骗什么人啊？哼！抓头抓尾，啊，也无命，咱也无拍合约，咱斗阵是大家心甘情愿的，啊，到我家。这是算啥？那有啥？哼！这我算啥？你最好你这，你最好你这。好啦好啦，秋萍啊，秋萍啊！小水，你先等，好。既然你不是真心的，那你钱还无？钱？我是什么钱啊？我提给你4000万，你钱还无？ 4000万？哈哈哈！但是我早就输了去啊！
拄则我想要甲你转一个尔，啊，有钱无？啊，输了去。嗯，你毋是讲要摕遐钱去做生意，为什么会输了去咧？做生意，你看我阿中即摆咧跟我先做生意啊，我敢是生意卡巧啊？慢咧啦，水平啊，你若有小我转说一个，等若文良迄财产若得到手，我下你连利息我来算互你，吼。你别小心啦，我一仙钱都袂互你。我阿中是什么人？你敢怕我？啊？你抢我的，赢我的，你是甲文阳走到底？你竟然敢讲这种话！好啊，莫讲甲遐好听吼，哼，无人甲你白骹白手哦，是你家己爱的，哼，你嘛是去贪着因偷的财产啊，哼，讲到倒来，你家斗阵遐尼遐久啊，你到底是咧跋真还是跋假？心人会知影。哼！这无良心！你竟然敢讲这种话！你敢讲这种话！好，哼哼哼哼，你当作你是一个纯情的小女就对啊？鸟我秋萍，家己心内有数。哼！阿爹，哦。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请假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。众艺制作公司收就可以，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要来赠送予你，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《大进步串江湖》。害我将油问来吹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误。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生成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